什么？赏金猎人全灭？是的，这些赏金猎人都有焦热级别的实力。我原以为他们会拼死从向昆仑手中杀死曹彦兵。主上，根据现场的勘查结果来看，这些赏金猎人并非死在向昆仑的手上。向昆仑独自返回群英殿，身边并没有带着曹彦兵，而且还有一个赏金猎人的尸体没有发现，他似乎活了下来。谁？人称银枪少爷的赵信。说句话呀。跟你这种逃兵没什么好说的。是鬼先生把你弄晕的，又不是我。我说队伍解散。喂，回学校做你的毕业答辩吧，你自由了。曹彦兵，哎，同学，一共120，还差20块。好。我们可以支付宝的。哦，好。曹彦兵，你给我站住！曹彦兵！如果是普通人的话，不知道被你打死几次了。我不是知道你不是普通人吗？你神经病啊！你什么意思啊？是你当初说如果接触你……我很后悔，我应该说2招的，请你搞清楚你现在的状况。你之所以能跟我们上路，是鬼符3通的坚持，而我打不过鬼符3通，你又打不过我，你懂吗？鬼先生现在尸骨未寒，你就这样，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唐僧都圆寂了，老子要回花果山，你还是回你的高老庄 ，OK？ 如果不是我，向昆仑早就打死你了。出卖女色很骄傲吗？你才出卖女色。再说，长得美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那也得前提是每一个人的审美都跟向昆仑一样有问题。你神经病！那你就不要跟着神经病。曹彦兵，看来还是得开脑1、2杯。曹彦兵，怎么又是你？打狗也要看主人。李轩辕，更何况你打主人，也不看看他的守护灵是谁。你以为你打得过许褚吗？在镇魂街未必，但这里是人界，以许褚的个头，出现1秒就能。哼，自己那么快，还好意思说别人？记忆这么珍贵的东西，你凭什么说拿走就拿走？那是因为……因为什么？因为你是镇魂将吗？因为你能打吗？因为你身体里住着一个块头大的将军吗？我打你2拳，你很快就会好了。可是你要伤我的脑子，我傻了怎么办？你要相信我的专业。曹彦兵，你有没有尊重过别人？
你自大自负，浑身散发一种直男癌晚期的气味。你大男子主义，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别人，你从来就没有信任过自己的伙伴。呵呵，你倒还说起教来了。那你呢？犯花痴爱打扮还会什么？召唤守护灵还不是为了看男色自拍？如果镇魂街有网络，我看你早就发朋友圈了。大家压根什么都不会，还会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不会再对你开脑，也不会删除你的记忆。记得太多的事情会成为人生的负累，不需要留的记忆，你爱怎么留就怎么留。神经病！是你！你干嘛？鬼上身！臭流氓！不是。你们罗刹街没有人管吗？有啊。谁啊？我。刚刚谢谢你，水牛。曹彦斌。曹彦斌。老斗地主都烦了，好怀念以前打麻将的日子啊！没办法，夏琳不在，3缺1。你们说夏琳实习怎么就那么忙啊？天天出差。麻将回来了。主人 Hello， 又梦见你了。主人说笑了。不过刚才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这个脑袋又要被人开瓢了。哪里的话，我是你的守护灵，守护你是我的职责。曹彦斌那个神经病，说的像我愿意跟着他一样，我明明就是在拯救世界。其实这件事，我也一直有疑问。怎么会有疑问呢？如果镇魂街和人界相通的话，那所有人都要被毒死了。啊，我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、七大姑八大姨，还有我同学，想想只有我能拯救他们，我当然是义不容辞了。这正是我的疑问。镇魂街和人界相通，则12棵灵树，起码要毁掉6棵以上。现在只是第1棵，而且主人为什么不相信曹彦斌可以夺回灵怀枝？他毕竟是罗刹街的镇魂将，灵怀树本来就是由他家世代相传镇守的。你在怀疑我的正义感？主人误会了，我只是觉得有一些不值得。现在开始，我怀疑你的正义感。我只是希望能确定主人的心思，主人要我做的事情，我就算死，也一定会帮主人达成。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一定要如实回答我。主人请讲。如果我一直待在人界，这锁心链还有机会熔断吗？我还有机会时常能看见你吗？不可以，毕竟我是异人，人界的空气其实对我也有害。偶尔出来一下还可以的，但若一直待在人界，恐怕我会进入冬眠状态。那这个一直待在人界，大概会维持多久？10天左右吧。这个跟主人的状态也有关系。这样的话，世界有危险，那李轩辕也有危险了。按他的话说，世界一时半会儿还毁灭不了，可他10天之后就要变成冬眠动物了，不行。李轩辕，你听好，
从今以后，不要再质疑我的正义感，因为我对于夺回林怀之这件事信念坚定。好的，主人。刚才我现身阻拦曹彦兵时，趁机偷走了他的地图，现在就在主人的口袋里。真的？所以曹彦兵必须带着主人上路。李轩辕这个家伙，长得一脸正义感，还会偷东西。曹彦兵，是你？哼！咱们换个地方，好好叙旧。我总会去找你的，何必那么心急啊？岁月不等人，而我不等你。今晚的月亮很圆，特别适合杀人。我并不否认。主人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好像感觉有2个人在装逼。趁你还活着的时候，我问你，鬼符三通怎么了？鬼符三通是谁？你在跟我开玩笑？当初你们以气第一那个人。在开玩笑的是你吧？老鬼，你的仇我慢慢报，先报1/7吧。有异动，我感觉附近有2个强大的祭灵人。啊？有祭灵人关我什么事儿啊？主人，就在前面。小心！没想到竟然会和你并肩作战。主人的伙伴，就是我的伙伴。那还真承蒙照顾，就让祭灵人对祭灵人，守护灵对守护灵吧。多多指教。喂，你让你男人持久一点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已经很努力了。这叫做吐息。主人，速战速决。侯爷，上！许褚。说，是谁派你来的？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。刚刚不是特别拽吗？瞧你吓的那副德行。不过这回我可就来真的了。
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老老实实的回答我，是谁派你来的？林怀之在哪里？否则我让你干了这瓶硫酸。我们呢，也知道你是奉命行事，但只要你告诉我们林怀之的下落，我们立马放人。林怀之？林怀之是什么？你们说的是灵魂术吧？灵魂术不早被你毁了吗？你问我灵魂术的下落？你不是亡国的人吗？你说的是那个由机灵人组成的极端组织。回答我第一个问题：谁派你来的？在我上衣口袋里，自己来拿。就为了这个？废话，不为了赏金，我为了什么？我是赏金猎人。如果是亡国的人，确实不需要通缉令啊。如果是赏金猎人，他应该不会杀了老鬼。对呀，昨天拦住你们那个人呢？他怎么样？还活着吗？通缉令上没有他。我们赏金猎人可从不乱杀人。如果我不杀你，你还会去抓曹彦斌吗？会，所以你最好杀了我。有意思。做个交易如何？你找到曹彦斌以后，如果你赢了，就告诉他我死了；如果你输了，就告诉他我还活着。但不许提黄甫龙斗的名字。有意思，但为什么？为了你不成为尸体。他还活着。Yes， 我就知道鬼先生不会那么容易死的。就知道？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不重要。哎呀，误会一场嘛，快给人家解开。哎，这样的人还是杀了比较保险。哎，他都没杀鬼先生，你还杀他？你们镇魂将不是不能随便杀人吗？我吓吓他，你紧张什么？不过，你最好杀了我，不然我一定还会再抓你。这样说，好像还挺有道理的。你一定会后悔。他刚才眼睛连眨都没眨一下。果然是一个狠角色。他会不会是反应迟钝啊？啊？大人，曹彦斌已经掌握了土溪。沉睡的猛虎终于翻了翻身。彦明啊，你的儿子果然没令我失望。只是，倘若那厮日后不愿辅佐大人，那不是养虎为患吗？我只是将一颗石子扔到了海里，这颗石子属于谁，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这最初的涟漪，日后会不会演变成一场巨大的风暴？天地浑浊，美丽花妖魔，吞噬魂魄，欲望的漩涡。你问我为何还要执着，不去做那规则，闪烁着金光的枷锁。纵然